嗱，我哋今日開始咧，就喺呢個嘅主日嘅下晝嚟到從聖經舊約嘅裏邊認識有關於呢個嘅係以利亞同埋係以利沙呢兩位嘅先知。嗱，稍為認識呢一個嘅係聖經嘅呢個弟兄姊妹，都體會到咧喺舊約嘅裏邊有許多係偉大嘅神所使用嘅人物。正如呢一個嘅摩西喺帶領以色列民係離開埃及地，係神藉着佢摩西嚟到施顯許多嘅神蹟。而咧其次，我哋就會諗到咧，就係呢個嘅以利亞同埋以利沙係在以色列民歷史呢個嘅階段。嗱，首先我哋係認識一些歷史嘅背景，意思話咧呢個先知以利亞同埋以利沙呢個嘅係背景。呢個嘅以利亞嘅出場係相當突然嘅，沒有任何嘅宣告，沒有任何嘅介紹。喺呢個嘅列王記上嘅第17章就係出現呢位嘅人物，就係提比亞人係以利亞。但係當我哋認識到就係呢一個列王記上同埋下一些呢個嘅係脈絡嘅時候，我哋就幫助我哋理解有關於以利亞同埋以利沙呢一個出場，同埋神係使用他們在救恩嘅歷史嘅裏邊教導我哋許多嘅呢個功課。而喺呢個嘅係列王記嘅上冊同埋下冊嘅裏邊啊，記載許多嘅君王。北國喺北國嘅裏邊有19位嘅王。而南國咧就係一共有呢一個咧，對唔住，北國有20位王，南國有19位嘅王。有些嘅王所記載嘅呢一個咧，敘事嘅篇幅係相當嘅短。有一位呢一個嘅係喺列王記下嘅第13章嘅裏邊啊，只係呢一個3節嘅經文形容到呢位嘅王。咁而咧，我哋喺呢個整個敘事嘅過程嘅裏邊咧，我哋體會到就係在北國嘅裏邊係冇一位嘅王，20位王，除咗有一位咧係聽耶和華嘅説話，但仍然他們係行惡。我哋當讀到呢一個嘅列王記上同埋下嘅時候咧，常常重複一句嘅説話，就係話咧某位呢一個嘅王，他行在耶和華眼中是惡的事。另外咧就係話咧，有啲好嘅王，特別係南國嘅王，提到咧，他按耶和華嘅話語同埋所認識嘅跟隨耶和華。咁所以咧喺呢個嘅係列王記嘅上下兩卷，原來嘅希伯來聖經係一卷嘅書，裏邊咧形容到呢啲王嘅時候，我哋睇下作者係刻意嘅係讓我哋認識到咧，就係呢兩卷書。當形容到那些係沒有跟隨呢個耶和華神，而係在耶和華嘅眼前係行惡的，他們係違背耶和華神呢一個嘅約，而係完全係鄙視沒有跟從耶和華的。呢個嘅作者嘅記載係相當嘅短，相當嘅短。而咧就係喺記載咧，就係列王記上。當然咧，呢兩卷書嘅裏邊嘅記載比較多啲嘅，我哋可以看到咧，就係先知以利亞同埋呢一個嘅以利沙。咁所以咧，呢一個嘅作者係刻意嘅俾我哋認識啲咩嘅功課咧？我相信主要就體會到咧，就係呢兩卷書歷史嘅背景。呢兩卷書咧喺邊個時候嚟到係被收輯嚟到係寫作嘅咧？我哋唔知道作者是誰，而咧就係我哋大家公認嘅體會到咧，呢兩卷書咧係在以色列民，他們已經係國家被擄，而係在巴比倫嘅時候，就係咧先知們就係將呢兩卷書嚟到係收輯，目的主要係安慰、警告同埋勸勉。係在巴比倫淪為呢一個咧係被擄嘅百姓子民。看啊，那些在北國裏邊那些嘅王，完全係違背耶和華嘅誡命，係在呢個約嘅裏邊違背神嘅約。
所以咧佢哋嘅記載係相當嘅短。而咧當這班被擄嘅以色列民係在巴比倫嘅時候，我哋可以想像得到就係話咧，究竟呢個嘅對亞伯拉罕嘅應許呢一個嘅約，係在呢一個亞伯拉罕嘅後裔，而喺大衛嘅後裔嘅裏邊興起嘅呢個嘅國度，興起呢個嘅王朝，究竟係神嘅説話是否係落空呢？所以咧呢個嘅列王記上下嘅作者，列王記書嘅作者咧，係刻意咧就係咧彰顯就係咧神沒有忘記佢自己對以色列民呢一個嘅約，而係喺呢個以色列民喺呢個屬靈嘅生命係最黑暗嘅一個嘅年代嘅時候，神差遣這兩位嘅先知，就係咧以利亞同埋以利沙嚟到如何嚟到咧挽救呢一個咧，在黑暗屬靈嘅年代，以色列國佢哋嘅前途。所以咧，我哋就看到咧，就係咧，神喺呢兩卷書嘅裏邊，刻意嘅讓以色列民係嚟到喺當中嚟到係思考，嚟到係回想，與個係悔改。就係話咧，神對沒有毀約，也沒有忘記佢對呢一個亞伯拉罕嘅後裔，同埋係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地，進入到應許地呢一個嘅應許。神也沒有係咧，就係遺棄以色列嘅子民，係咧就係咧沒有保守他們。然而為何現在以色列民係淪亡在巴比倫，成為呢一個嘅奴隸呢？原因就相當嘅明顯，神在懲罰他們，公義地懲戒，就係話咧，神已經多次嚟到係向他們啟喻，當他們嚟到係跟隨耶和華喺呢個約嘅裏邊履行同埋相信耶和華神嘅時候，他們係被祝福；而當他們係違背我們嘅主耶和華嘅時候，神就係公義地嚟到係審判他們。然而，雖然他們在淪亡在呢個巴比倫國，神沒有完全嘅係忘記他們，神還是係呢一個咧記着係對亞伯拉罕同埋對呢一個咧大衛呢一個嘅應許咧，在他嘅後裔嘅裏邊係必有一位嘅救贖主，以至到咧神係繼續嘅延續保守呢一個咧大衛嘅王國。所以我哋看到咧喺呢個嘅列王記下結束嘅時候，看到那位被擄嘅王喺呢個嘅巴比倫嘅皇宮嘅裏邊，仍然咧就係話咧巴比倫王係改變佢嘅原來嘅旨意咧，就係話咧係恩待這位巴比倫，恩待這位呢一個咧就係猶大嘅王，俾我睇到咧神的手仍然係與以色列民嚟到同在，公義地審判呢班反叛的以色列民。然而神仍然為着佢自己嘅國度同埋佢自己嘅名嘅緣故，沒有完全嘅嚟到係遺棄呢一個咧係以色列民。喺呢一個嘅兩卷書嘅裏邊，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咧敘事嘅文體同埋敘事嘅內容，就係話咧我哋睇到大約呢個嘅脈絡，呢個字呢個神嘅心意。好啦，跟住咧就係咧簡單嘅解釋呢個背景之後，我哋就嚟到睇呢一個列王記上嘅呢個17章呢6節嘅經文，有關於就係咧以色列呢位嘅先知呢個嘅以利亞係咧進入到呢一個人類歷史，特別係救恩歷史裏邊呢一個嘅角色。嗱，我哋從呢個以利亞來到呢一個嘅以色列民呢一個歷史嘅裏邊咧，嚟到係學習係主要係5方面呢一個嘅功課。第一方面，以利亞呢一個事工嘅背景係一個乜嘢嘅背景呢？就係以色列民係陷入呢一個咧係以色列嘅歷史以來最黑暗，可以講話咧係一個屬靈嘅一個嘅低谷，一個屬靈嘅低谷。因為咧，方才我哋講過咧，呢20位嘅君王嘅裏邊係沒有一位真正
係咧順服同埋跟隨耶和華，他們都是係咧在耶和華嘅眼中係行呢一個嘅惡事。而喺呢個嘅16章嘅裏邊啊，呢一個咧就係30節嘅裏邊用到咩咧？用到呢位咧就係亞哈，呢位亞哈王，佢話咧暗利嘅兒子亞哈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係比他以前所有的王係更加嘅係嚴重。在呢20位王嘅當中嚟講咧，就係話咧常常出現咧就係指責咧呢一位係尼八嘅兒子咧呢一個耶羅波安，重複都話咧他們行好像耶羅波安呢一個嘅罪，呢個嘅罪惡。但係當形容到呢位嘅亞哈嘅時候咧，他比耶羅波安，比呢位咧就係被咒詛成為咧標榜係相當呢一個邪惡嘅呢位王咧，係更加嘅厲害。與佢相比嚟講，就係話咧耶羅波安所犯嘅罪咧係一個小事。呢個係神自己呢個作者嚟到係這樣表達。咁究竟啊呢一個咧耶羅波安所行嘅罪係咩咧？耶羅波安主要咧就係話咧遺棄敬拜呢個耶和華神，而咧樹立呢一個咧自己呢一個咧外邦人嘅呢一個宗教信仰，特別咧就係敬拜呢一個異邦的神。而咧當呢一位嘅尼八嘅兒子呢位亞哈，對唔住暗利嘅兒子呢個亞哈，呢位亞哈王所行嘅呢一個咧耶和華眼中為惡嘅事啊，究竟係咩嘅事情咧？不單止佢跟隨佢嘅祖先耶羅波安所犯嘅罪，就係帶領以色列民離棄耶和華，敬拜呢個外邦呢一個嘅係異邦呢個神明。然而咧，這位嘅呢個亞哈王咧，不單止係敬拜異邦嘅神明，同樣係積極嘅係鼓吹呢一個咧外邦人神明嘅敬拜。首先嚟講咧，他與一位呢一個嘅佢嘅妻子，呢個妻子係咩咧？係耶洗別呢一位咧呢個嘅耶洗別為妻。呢位耶洗別啊係佢係奉獻同埋敬拜呢個巴力嘅神。不單止佢係敬拜巴力嘅神，以至到呢位亞哈王咧就係為巴力嚟建造呢個嘅神廟，嚟到嚟鼓吹就係以色列民嚟到敬拜呢一個嘅巴力。巴力嘅神明是怎樣一位嘅神明咧？在呢一個異邦嘅宗教嘅裏邊，巴力嘅呢一位嘅神明係在佢哋嘅神話預言嘅當中咧，係一位自然天然嘅神，意思話咧管理呢一個咧宇宙大地呢位嘅神。巴力係掌管呢一個嘅雨水，掌管呢個農作物，係掌管呢一個嘅生育生產。所以當然係對呢一個民族當時候係古文明嘅時候，特別係農業嘅社會咧，係相當嘅重要。你可以試想，佢係管治咧呢個嘅雨水，管治農作，管治咧你自己嘅牲畜同埋農作物咧是否係可以有收成。而喺佢哋嘅傳說嘅裏邊咧，就呢位嘅巴力神明係與另外一位嘅神明咧，呢個死神咧係爭戰咧，而係咧他係死去。而咧，當佢死去嘅時候，就顯出咧就係大地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冬天？點解係會有呢個嘅失收？點解係會咧係有呢一個咧就係大地嘅枯乾呢個情況嚟到出現？因為他是管理大地嘅神，當他死亡嘅時候，就沒有生息，沒有呢個嘅生命嘅氣息。而當他死亡之後，就係咧，他與另外一位嘅神明叫做 Anat 嚟咧，當中嚟到結合。而咧，當佢與另外一位嘅神明結合嘅時候咧，他重新得着呢一個嘅生命。而喺佢結合嘅過程嘅裏邊咧，就讓到就係天上面嘅神明嘅境界嘅裏邊咧，帶嚟佢嘅復甦，帶嚟巴力嘅復甦。而
以至到巴力咧係祝福呢個地上面嘅雨水、農作物同埋所有呢啲嘅收成，以至到就係那些異邦嘅人喺呢一個咧就係敬拜巴力嘅過程嘅裏邊，喺佢哋嘅神廟嘅裏邊咧，點解解釋舊約嘅裏邊就係咧神所相當憎惡，而我哋咧係咧相當不理解嘅？點解他們在呢個神廟嘅裏邊係有呢個嘅廟妓咧？他們在敬拜嘅裏邊，佢哋相信就係話咧，人與廟妓嚟到結合嘅過程嘅裏邊，嚟到咧係以致到咧就係咧幫助、提醒同埋催促喺天上邊嘅神明呢個嘅巴力，同埋呢一個咧就係咧亞那嘅結合。當他們結合嘅時候，就能夠讓到大地嚟到係復甦，農作物有所豐收咁嘅意思。換句話說咧，就係話咧，整個巴力嘅宗教信仰嘅核心咧，就係自然宗教。相信呢一個咧就係咧有神明嚟到係管制呢一個咧就係宇宙、天氣、降雨呢一個嘅風雨，所有這些大自然呢一個嘅現象。而我哋可能會奇怪就係咧，係這樣嘅異邦嘅宗教信仰都可信嗎？其實喺某種嘅情況同埋程度嘅裏邊，在我哋現今文明嘅社會嘅裏邊，都係相當嘅流行。我哋現今呢個嘅新紀元嘅信仰，都是係點樣咧？就係話咧，係敬拜呢個大自然嘅景象，就係話咧神明嘅能力。係活在呢個大自然境界嘅裏邊，以至到點解啲人係敬拜星宿、敬拜大自然嘅景象？人點解咧嘗試咧就係話咧係在呢個靜默嘅大自然環境嘅裏邊嘗試係與宇宙、與呢一個大地嚟到係溝通？人應當係咩啊？係以呢一個禱告同埋與神真神相交嘅方式。然而咧，現在許多嘅現在嘅文明人物都是係點樣咧？就係咧能夠係與大自然嘅境況嚟到調和，同時咧係人係應當係與自己人嘅本性，意思話大自然嘅天性裏邊自己本身調和。所有呢啲嘅係自然大自然嘅神像。嗱，呢個就係當時候呢一個嘅宗教嘅背景。而呢位嘅亞哈王，他與巴力、拜加力宗教係互相係聯想，而且咧係積極嘅推動呢個嘅拜巴力嘅宗教，建立呢一個嘅廟宇嚟到咧，就係呢個嘅慫恿呢一個嘅係以色列民嚟到敬拜呢個巴力。呢個第一點就俾我體會到啦，點解神差派呢個以利亞咧係有着呢個特殊嘅第一點嘅功課要我哋學習。就話神係不會讓這樣敗壞宗教真正呢一個咧神嘅呢個宗教呢一個信仰同埋神嘅國度咧係永遠讓佢嚟到係留係嚟到繼續延續而不予處理這些係呢個邪惡嘅異教。第二點，從呢個頭6節嘅經文呢個嘅列王記上嘅17章，我哋睇下嚟到認識到以利亞嘅出身。形容到以利亞嘅時候，就係話咧，只係説到就係住在基列嘅提比亞人以利亞。呢位以利亞，他嘅父親是誰？我哋不知道。他嘅姓名是誰？我哋不知道。他是否係已經結婚？我哋不知道。他是以色列支派嘅哪一位嘅支派？不知道。聖經只係俾我哋認識到咧，就係話咧，就係他嘅名字叫做係以利亞。他嘅名字以利亞。然後咧就係話咧，這位是在呢個基列嘅以利亞。但基列並不是一個出名嘅或者係重要嘅城市。意思話咧，這位以利亞。假若我哋係以現在嘅
呢一個描述嘅方式咧，就係話咧，他係出身居住於一個好偏僻嘅農村，或者係一個好偏僻嘅城市嘅裏邊咧，城鎮嘅裏邊嘅一位嘅人物。而呢位嘅以利亞咧，佢嘅背景出身係相當嘅係卑微。沒有説咧，就係話咧，他嘅父親是誰？他是屬於哪一位嘅先知嘅後裔，或者哪一位王嘅後裔，或者哪一位祭司嘅後裔？沒有。呢個俾我呢個教導功課，俾我哋所認識嘅係咩咧？就係話神往往係在呢個咧，就係極度危險嘅處境裏邊，係使用微不足道嘅人物。以至到就係話咧，當神呢一個係重要同埋呢個榮耀嘅工作出現嘅時候，就係話咧，所有嘅榮耀同埋所有嘅大能，我哋歸功於咩咧？我哋所相信那位嘅神。某方面嚟講，就係話咧，就好像呢一個聖經裏邊嘅基甸，神所揀選嘅相當微不足道嘅基甸。以300人嚟到擊敗呢一個咧係異國呢個強大嘅軍隊。某方面來說，好像呢個嘅大衛。嗱，我哋基督徒就係咧，大衛係一位重要嘅聖經裏邊係偉大嘅君王同埋呢一個嘅戰士。但係咧，我哋唔好唔記得，當神吩咐呢一個咧撒母耳呼召呢一個大衛嘅時候，又話咧，去到大衛嘅家個裏邊呼召嘅時候，就係撒母耳以為咧，就係咧第一位、第二位就是神所呼召的。他係按照佢嘅外貌嚟到決定咧，就係話咧，這位好有可能就是神所呼召的。點知咧，第一位不是，第二位不是，第3位不是，第4位不是，第5位不是，直至到就係咧第7位完咗之後咧，就係咧先知問你還有兒子沒有咧？佢話我還有一位在放羊。大衛係第8位，微不足道嘅兒子。所以我哋體會到就係話咧，神使用呢一個嘅以利亞，並不是他嘅大能。而係話咧，跟住嚟我哋睇下咧，究竟以利亞有乜嘢嘅條件同埋資格係神嚟到係呼召他嚟到係完成呢一個使命咧？第3點，以利亞對神嘅認識，以至到他是一位大有勇氣的人。我哋睇下咧，第1節嘅裏邊用到就係話咧，當以利亞來到這位嘅君王亞哈嘅面前，這位呢個咧相當顯赫嘅君王以利呢個嘅亞哈，對唔住，亞哈面前説佢話咧，佢話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嚟到係起誓。以利亞點樣形容自己嘅身份呢？我是在某處所嚟嘅重要人物嗎？我嘅祖父、我嘅父親是那樣嘅背景嗎？完全沒有提到。以利亞喺當中提到嘅咩咧？就係話咧，佢認識耶和華。佢話咧，我指着我所侍奉嘅永生嘅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嚟到係起誓。佢所認識嘅神，佢話咧是永生的神。意思話咧，你們呢一個咧，我們以色列民，這樣多嘅世代，這樣多嘅君王，都背叛遺棄而係不相信，也更不侍奉呢個耶和華神。然而咧，我指着我侍奉嘅這一位，是我認識的，是係永遠生命這位嘅耶和華。他是呼召亞伯拉罕的神，他是呼召呢一個咧就係以撒、雅各同埋咧呢一個嘅係大衛、所羅門，同埋咧每一個呢個嘅以色列嘅國度，同埋呢一個猶大裏邊君王呢一位嘅神。
他按照佢嘅約裏邊嘅呢一個誠實同埋應許嚟到興起以色列國裏邊嘅王。我所認識嘅就是這位永生的神，而咧就係咧我也是係在我終生裏邊侍奉嘅這位嘅神。所以以利亞向呢個亞哈所宣告嘅就係話咧，我認識呢位嘅神，他是永生嘅神，他也是係自小我開始咧係侍奉他的神。雖然係整個嘅世代，以色列民係落在咧就係咧歷史以嚟最低嘅谷底當中嘅谷底，最黑暗當中嘅黑暗嘅年代。然而我沒有因為我嘅民族，沒有因為我其他嘅鄰居，或者甚至我家人，我周邊嘅所有嘅人都是咧往呢個巴力神廟嘅裏面敬拜，但係我所敬拜同埋侍奉的是永生神耶和華，也是係以色列的神。意思話咧，指着呢個嘅亞哈王嚟說咧，就話你是以色列國嘅君王，你是他所按立同埋被興起的。雖然你不信以色列這位嘅君王，然而我相信他是以色列的君王。又跟住咧，這位嘅我哋嚟到體會到第三點就係話咧，呢一位以利亞，呢一位嘅以利亞佢嘅背景嘅裏邊，雖然係一個相當卑微嘅一位嘅先知嘅背景，然而係因着他相信耶和華神，他跟隨耶和華神，他侍奉這位耶和華神，而面對這位偉大嘅君王，佢可以宣告就係話咧，我因着咧，我站在他面前。嗱，呢句説話相當重要嘅喎，相當重要嘅喎。意思話咧，我所侍奉的，我站在我前邊，我指着咧就係這位耶和華神，就係咧站在我面前嘅。意思話咧，我刻意嘅，我整生體會到，不單止係佢嘅存在。呢個並不是係只係簡單基督徒係我相信呢個永生的神，我相信神嘅存在，我也係相信呢一個嘅耶穌基督，所以以致到我係悔改，我係相信他嘅名字係得救。唔係，佢整身嘅刻意嘅嚟到係站在他嘅面前，嚟到係侍奉他。意思話咧，他緊密地與這位嘅神嘅相交，同埋體會到佢自己嘅身份。嗱，呢個就係咧，就係俾我哋認識到咧，就係以利亞佢嘅資格同埋條件，因為他侍奉神同埋忠心嘅嚟到係跟隨神。有第四點咧，以利亞我哋睇下，以利亞從何而來所得嘅信心同埋呢一個嘅膽量咧？以利亞佢對呢位嘅亞哈王嚟到説，佢話咧。佢話：這幾年我若不禱告，係必不降露水，也不係降雨。一位卑微嘅以色列民，相信跟隨同埋侍奉以色列神嘅一位嘅先知，毫無呢一個咧係其他嘅人所看嚟嘅重要嘅勢力，而向王嚟到宣告就係話咧，就係當我禱告嘅時候，就係咧，就係不會降雨，也不會降呢一個咧，就係露水。嗱，呢度嘅意思即係話咧，以色列係一個特殊嘅農業嘅背景嘅，以色列係不多雨水嘅呢一個嘅國家，所以舊約裏邊常常出現咧，就係話咧，佢嘅農作物同埋佢哋嘅社會係好依靠呢一個咧，就係咧先前呢一個嘅所降嘅雨水，同埋後面所降嘅雨水，以至到能夠滋潤呢一個撒種，嚟到讓幼苗成長同埋收割。同樣咧，佢哋嘅地域咧係好依靠咧佢呢一個嘅露水。如果假若咧就係喺個地域嘅裏邊有着呢個露水嘅時候，可以滋潤到土地咧，讓到農作物嚟到生長嘅。然而呢一個嘅係以利亞向呢個亞哈王嚟到話宣告，佢話咧，佢話我
係若不禱告嘅時候，你不會看到有呢個嘅露水，也不會看到呢個降雨。以利亞並不是話想喺呢件事情嘅裏邊咧，令到呢個嘅亞哈王睇不到神蹟呢個嘅奇異。以利亞咧，佢話呢幾年以嚟都不會降雨，也不會呢一個有着呢個嘅露水，以至到呢，你嘅農業係完全呢一個嘅豐收，呢個豐收係完全係呢一個嘅失敗，會係呢一個被毀滅。嗱，呢度我睇下一個屬靈嘅功課，點解呢一個呢就係以利亞呢一個嘅禱告嘅裏邊，同埋向呢一個亞哈王嚟到宣告呢，就係有關於呢一個嘅收成呢。我若不禱告嘅時候，呢幾年以嚟沒有露水，也沒有呢一個降雨。點解呢？呢個同佢所敬拜嘅巴力這位嘅神明有關係。大家都記得呢位嘅巴力神明係咩啊？係掌管呢一個咧，呢一個大地自然界豐收呢一個嘅雨水，同埋掌控風暴呢位嘅神明。所以咧，呢一個以利亞呢位嘅先知係點樣呢？係直接係向呢一個嘅亞哈王呢個以色列呢位嘅君王，他敬拜呢一位嘅神明，也是呢，他係呢一個呢敬拜巴力嘅代表人，同埋呢一個嘅先鋒，因為他帶領鼓吹以色列民嚟到係呢嚟敬拜呢個巴力，直接向佢挑戰。當然之後我哋看到咧，就係咧，在呢個迦密山嘅裏邊咧，就係話咧，向巴力嘅先知直接嘅挑戰。然而喺呢一刻裏邊咧，係向呢一個咧巴力嘅神明嘅代表人，同埋咧推動呢一個咧假邪教工作、假宗教信仰嘅代表人嚟到咧係挑戰，就係話咧你所信嘅巴力，就係話咧係管治呢個大地呢一個降雨同埋豐收呢位嘅神明。然而我直接向你挑戰，就係話咧，我是耶和華神以色列的神，這位永生的神。我若不禱告嘅話，你不會看到有露水，也不會係看到有呢一個咧係降雨。我哋就問，點解呢位以利亞嘅先知有這樣嘅信心同埋勇氣呢？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他認識神，他相信神，他相信神。加爾文喺佢呢一個嘅基督教要義一開始嘅時候，講到就係話咧，真正嘅知識、真正嘅智慧係兩方面，一方面就是認識真實，另外一方面就係認識自己。而兩者係息息相關。換句話說咧，就係基督徒，你嘅信心嘅程度同埋你嘅行為，係直接係與你所認識這位嘅神有多少，同埋你所相信呢位嘅神嘅應許，是否係確實的呢？當呢位嘅先知係相信神是可信的。神是可信的，以至到就係咧，就係他以利亞這位嘅先知，佢嘅信心係因為他認識神。點解佢有呢個勇氣呢？嚟到係向呢個嘅亞哈王宣告，就係咧，並不是耶和華說不要降雨，而係不再會有露水。唔係，以利亞佢話。佢話：若果我不禱告嘅話，他沒有説就話咧，耶和華向我啟諭，你將不會在呢幾年嘅時間看到有露水，也看到有呢個降雨給以色列國。唔係，我若係不禱告嘅時候，你沒有露水，也沒有呢個降雨。嗱，雅各書新約嘅雅各提到呢個嘅以利亞。
用到呢位以利亞咧，就並不是因為咧呢位嘅神人、呢位嘅大能嘅先知，因着佢嘅禱告係有效，佢嘅禱告的確係有效，但係佢禱告嘅信心同埋能力並不是係在乎自己。雅各提到就係話咧，這一位嘅以利亞係與我們嘅性情係相同。喺呢一刻嚟講，這一位嘅以利亞，他嘅信心充足嘅相信耶和華同埋依靠耶和華，但係喺佢人生嘅某個階段，後來咧，他逃跑逃命，他對神嘅工作失去呢個信心。所以咧，雅各俾我哋認識到咧，這位嘅以利亞能夠係有這樣嘅信心，因為他認識這位耶和華神。正如但以理書裏邊形容到就係咧，凡是認識耶和華的神，他們都是係膽壯剛強的。另外就係話咧，他點解會有這樣係大而無畏嘅勇氣呢？原因為他認識神嘅話語。點解他向呢一個亞哈王嚟到宣告咧？就係話咧，假若我係不禱告嘅話，你沒有經歷到呢個幾年以嚟咧，係會有呢一個咧對以色列國有呢個露水同埋係降雨咧。因為神喺與以色列國立約嘅時候，喺呢一個咧就係申命記嘅28章嘅裏邊，申命記28章嘅裏邊就係摩西係當呢一個咧向第二代嘅以色列民將進入到迦南地之前，嚟到再重新嘅申訴頒布神對以色列民嘅呢一個嘅諭命。而喺呢個過程嘅裏邊咧，你都係向以色列民嚟宣佈就係話咧，當你忠心的順服跟隨耶和華神嘅時候，你會經歷到係許多嘅呢一個嘅祝福，係祝福同埋呢一個嘅係祝福。然而，假若你係違背以色列民，唔係違背呢一個耶和華神，係不跟隨同埋反叛耶和華神嘅時候，你會將來你會帶嚟呢一個咧，就係呢個咒詛同埋係經歷呢一個咧係咒詛。而咧就係喺呢個背景嘅裏邊咧，就係以利亞因為認識神嘅應許。認識在呢個約嘅裏邊咧，就係話咧，就係宣告當以色列民就係咧離棄耶和華神嘅時候，神會係降災，神係會懲罰同埋懲戒係他們喺佢哋嘅生命嘅裏邊經歷到種種呢一個嘅係苦難，而係當神係祝福他們嘅時候，他們就係得着呢一個咧許多嘅祝福。當他們離棄神嘅時候，天好像銅一樣，地好像鐵一樣，雨會變為呢一個嘅沙塵。而係當他們係咧跟隨耶和華嚟到係呢個時候，神係許多嘅祝福，以至到就係以利亞相信神嘅應許。我相信係以利亞咧喺佢終身呢一個嘅。至少認識神嘅開始嘅裏邊咧，已經係為以色列國嚟到禱告，就話主啊，你已經咧就係在你嘅應許嘅裏邊向我們嘅列祖嚟到宣告，當我們背叛離棄你嘅時候，你會咒詛，你會咒詛，你會咒詛，以至到我哋看到就係話咧，就係咧係以色列民這些嘅君王。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直至到亞哈王嘅時候咧，就係咧，我們現在咧就係已經係在呢一個咧以色列民嘅歷史嘅裏邊最黑暗嘅一個階段。主啊，按你嘅應許嚟到係咒詛呢個大地，不要降雨，不要賜他們呢一個嘅露水。第五方面。我哋嚟到看到咧，就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咧，神藉着以利呢個嘅先知嚟到咧供應佢嘅需要，體會到咧就係他相信同埋認識嘅神，也是係咧就係供應所有神百姓嘅子民呢一個嘅需要。我哋方在讀呢7節經文嘅裏邊，呢個列王記上嘅呢係7節經文嘅裏邊，我哋體會到咧神係向呢一個係先知，佢話咧去邊度咧？
去到呢一個咧就係溪水旁呢一個嘅地方。對唔住，我睇呢個地方先係呢一個嘅列王記上嘅第17章。他宣告咧就係當他向呢一個嘅係亞哈王宣告佢嘅咒詛之後咧，又吩咐先知，佢話咧：你離開這裏，係往東去，又躲在約旦河東邊嘅基立溪旁。嗱，今日我哋唔提到基立溪旁一個重要性，我哋以後有機會再提。去到呢個嘅基立溪旁嘅裏邊要點咧？佢話你要喝那溪裏嘅水，而佢吩咐呢個烏鴉哪裏供應佢。跟住點樣咧？跟住以利亞就聽從神嘅吩咐，往呢個嘅約旦河嘅東邊嘅溪立旁。然後咧，烏鴉早上給佢呢個餅同埋肉吃，晚上也給予呢個嘅餅同埋呢一個肉嚟到他吃，他也喝着呢一個嘅溪水。而咧呢一個嚟到度日，你有冇覺得相當嘅奇異嘅神蹟咧？烏鴉係不潔嘅鳥。而你當神所使用嘅時候，就係話咧，神使用係不潔嘅呢個鳥咧，嚟到將呢一個咧就係潔淨呢一個嘅食物帶到呢個先知呢一個嘅住所。而咧呢隻烏鴉，佢自己嚟到係擔着呢個食物嘅時候，大家唔好唔記得喎，他在饑荒嘅年代喎，在饑荒嘅年代，連烏鴉都缺乏食物喎。因為數年以嚟幾年就係咧呢個雅各話咧係呢個6年嘅時間，好似6年係4個月嘅時間，都是饑荒嘅話，咁烏鴉本身都係土饑嘅喎，但係烏鴉沒有嚟到吞吃呢啲嘅餅同埋呢一個嘅肉，而且我哋再問呢個嘅烏鴉係定時嘅，早上晚上都嚟到供應呢個先知。在呢個大饑荒嘅年代，大饑荒嘅年代係失收嘅年代，烏鴉從何處找到呢個嘅餅同埋呢個嘅肉？定時嘅係早上晚上嚟到係供應呢一個嘅先知呢？我猜想呢，好有可能係他進入皇宮亞哈皇宮嘅裏邊嚟到咧，係將那些嘅餅同埋那些嘅肉帶給呢個先知。喺呢個神蹟嘅裏邊，我哋彷彿睇到在呢一個舊約裏邊曠野嘅年代，以色列民倚靠耶和華嘅供應嘅時候，40年神賜給他嗎哪。彷彿我哋看到咧，就係咧呢個嘅施洗約翰在曠野嘅裏邊，神賜給他呢一個嘅係蜂蜜同埋呢個嘅蝗蟲。亞哈點解喺佢嘅經歷嘅裏邊係認識到呢位耶和華神嘅信實咧？因為他相信神嘅供應，他相信這位永生神，相信佢嘅應許。好簡單，佢相信神嘅説話。弟兄姊妹啊，呢個對你啦，同埋對我嚟説就係挑戰，就係話咧，究竟當我哋眼前所觀看到嘅環境係對我哋不利嘅時候，當我哋遇到呢個嘅困擾、苦難嘅時候，我哋嘅眼目是否總是係注視在呢個目前所面對嘅困境同埋那些嘅苦難呢？你同我是否係相信神的應許呢？神說：先尋求他的國和他的義，所有一切嘅東西都加給我們。神說：我哋嘅生命係比呢一個地上嘅野草，比呢個嘅百合花，同埋比天上嘅飛鳥係更加嘅珍貴。
神既然喺佢嘅護理嘅裏邊嚟到咧供應呢個地上嘅花草同埋呢個天上的鳥嘅時候嘅麻雀嘅時候，神是否會供應你同埋我嘅物質上面嘅需要呢？你是否相信神呢？你是否相信就係話咧，神係呢一個嘅佢嘅應許，係在呢一個嘅主日嘅裏邊，係要我們咧將整日嘅時間、我哋嘅精力、我哋嘅敬拜放在他身上，他供應我們一切嘅需要。我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他的杖、他的竿帶領我們。呢個是否係你嘅信心裏邊，係將神嘅應許嚟到係掌握喺呢個內心嘅裏邊，而咧按着神嘅應許嚟到咧係可以回應神，向神嚟嘅禱告，主啊，呢個係你嘅應許。正如馬丁路德當係談論到神嘅應許嘅時候，猶如係我哋現在寫一張支票。當我哋寫一張支票簽名嘅時候咧，呢張嘅支票咧肯定能夠可以咧兌現。神也是一樣，在佢嘅銀行嘅寶庫嘅裏邊咧，就係話咧，所有神的應許在耶穌基督裏都是是的。關鍵就係你是否係相信神嘅話語，也是否係在你嘅經歷嘅裏邊體會到神嘅供應。你如何能夠在經歷嘅裏邊嚟到係體會到神嘅供應呢？你就係從呢一個咧開始相信嘅時候，不斷經歷到神喺你身上面嘅造就。你越係多年以嚟體會到神嘅信實、神嘅應許同埋神供應嘅時候，你越係體會到咧神是可信的。而你應當你就相信他。弟兄姊妹啊，呢一方面嘅真理原則其實係相當嘅簡單，並不複雜。在呢個嘅以利亞嘅身上，我哋看到呢個作為。所以結束嘅時候，我哋簡單嘅嚟到體會到三方面呢個主要從以利亞嘅身上認識嘅呢個真理，就係話咧，當係喺社會上，當喺歷史上，我哋看到就係咧，神嘅國度係處於呢個危機嘅時候，呢個並不是偶然，呢個往往是神喺佢嘅約嘅裏邊嘅信實嚟到咧係懲罰，嚟到係審判呢一個咧佢自己嘅百姓子民，包括現在嘅教會，不是偶然。他是掌控萬有同埋掌控危機，不單止係掌控危機，他是那位賜給呢個每個世代嘅危機嘅人，讓我哋能夠體會到咧，你當離棄呢位嘅神，你背叛他，他就要讓你走在黑暗嘅當中，嚟到經歷到就係咧，你被呢一個咧黑暗嘅權勢嚟到係捆綁。第二方面，我哋所認識嘅就係話咧，神嘅話語係永遠係不會落空。以利亞先知，他認識神，他相信神，他按着神嘅應許嚟到可以向亞哈王宣告：我若不禱告嘅時候，多年以來不會有露水，也不會有降雨。他只需按着神嘅應許嚟到係宣告。第三點就係神對佢嘅百姓嘅供應係永遠係不會缺乏，甚至係最黑暗、最不可能嘅年代，他仍然有佢嘅方式嚟到供應佢嘅百姓子民。但願弟兄姊妹，我哋就按照神嘅應許同埋所認識嘅神嚟到相信同埋跟隨他。我哋一齊嚟到低頭禱告。天父啊，我哋將係一同嚟到係查考認識呢個以利亞佢嘅背景，以利亞嘅為人，同埋佢藉着係相信同埋順服神對佢嘅吩咐嚟到經歷到神呢個許多嘅作為。我哋就求主你嚟到祝福我哋餘下嘅時間，
帶領我哋從係你嘅作為嘅裏邊認識許多屬靈嘅功課，以至到我們能夠成為一位健康同埋係穩固嘅信徒，因為我們所認識同埋相信的那位神是真實的，而你嘅應許是永不係落空的。禱告仰望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